Hello，大家好，朱春豪。中日關係緊張，內地客大幅減少去日本旅遊。據大阪關西機場公佈嘅數據顯示，今年1月往返關西機場嘅中國航線旅客數係277000人，較上年同期相比大幅減少58%，接近60%。呢個跌幅相較於對上一個月39%嘅減幅顯著擴大。關西機場方面表示，香港同澳門航線亦出現航班取消或者停飛嘅情況，導致呢個航線1月嘅旅客數減少12%，降至214000人。唔知係邊間港澳嘅航空公司減少航班啦。另一方面日本前往韓國、台灣同東南亞等其他地區嘅航線旅客數就有所增長，增幅介乎5至21%之間。但係由於中國航線嘅影響較大，導致整體國際線旅客數下降10%，係2072000人嘅啫。係連續2個月關西機場出現旅客較上年同期減少嘅情況，而且降幅從上個月嘅1% 擴大至10%。有網友就關心啦，咁關西機場過關有冇快到呢？皆因啲旅客量少咗。可能都會嘅，不過都要睇情況啦。如果幾班機一齊抵埗嘅話呢，可能過關都係差唔多時間。有網友就話啦，有朋友過咗日本，話團呢就真係少咗啦，但自由行呢就落咗嚟香港飛啊。有啲人就話可能啲內地客呢轉晒嚟香港搭 UO， 即係香港快運啊，話去程回程都勁多內地人，擔心落晒嚟香港飛，搞到啲機票貴晒。但暫時嚟睇又唔覺啲機票貴咗幾多，有人就提議啦，內地應該停晒航飛日本啦，係嘛？咁就唔知會唔會啦。如果停晒嘅話，咪冇晒內地人去日本消費，日本啲零售業餐飲可能都會受到一定影響。嚟緊下個月3月底4月初日本嘅櫻花季節，咪到時睇下。如果有朋友去日本可以睇睇，係咪真係少咗好多內地人呢？香港啲航空公司機票會唔會貴？而家暫時嚟睇好似又唔算係特別貴嘅。日元喺日本大選過後曾經穿過5算，今日又上返5.1嘅水平。好，呢一集睇到先，想支持我嘅訂閱，我哋下集見。